赵范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买这些药干嘛？我之前胃有点疼，所以买了。哎，没什么事儿。你都来医院了还没事儿？我说了没事儿就没事儿。你到底为什么在医院？我妈在这儿住院。所以你之前说的住院是在北京的医院？嗯。那我之前说要来北京参加夏令营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因为我怕你担心。那我要去看看阿姨。她现在已经在休息了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没有。是不是根本不是阿姨住院？是不是其实是你得了绝症啊？不是。那你不要否认了，我一定会陪你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关的。我一定不会扔下你的，我真的不会扔下你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哭了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别哭了。不管你得什么病，我都会陪着你的，真的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得了绝症啊？因为你只吃了你自己的饭，说明只有你一个人在医院，你妈妈不在。我吃过饭了，这是给我妈带的。但是挂号单上写的是你的名字。这个是我搞错了。啊？搞错了？最近太忙了，我把我和我妈的证件搞混了。那你来北京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妈住的是精神科。你害怕了吗？那阿姨是？你是因为担心我害怕才不告诉我吗？嗯。那你呢？你害怕吗？你别怕啊，有我陪着你呢。你可不要瞧不起我啊！我小时候都敢一个人捅马蜂窝的。那你哭什么？我没有哭啊，我没有哭啊。反正我们夏令营离医院那么近，我明天去看阿姨呗。医生说她得静养。嗨，我发誓绝对不吵闹。我担心她突然发病的时候会吓到你。哎呀，我虽然胆子小，但是我下回就忘呀。啊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，你不能拒绝哦。早点告诉我该多好呀，我还能多看望阿姨几天。你非得等到我夏令营最后一天再告诉我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去探望阿姨。我一会儿就去改签，改签为你报销2倍，哦不，3倍。